好唔好？大家俾啲掌聲歡迎，CEO of HKUX and Ronald CEO of Pacific Group。Thank you， 好，請坐，點解咧？係歡迎晒啊！再一次歡迎晒 Ronald 歡迎晒。多謝你。好，嗱，一講起國泰港交所咧，我亦都想問下啦。你哋少少一啲童年回憶啦，當時你哋年輕嘅時候，一聽到國泰或者係交易所，你哋個印象係點樣㗎？講嚟講先啦。首先細個嘅時候咧，冇錢買股票，亦都冇錢買國泰嘅機票，咁所以咧，我對港交所同埋國泰嘅認識咧，都係睇電視睇到嘅。咁咧，其中有兩個印象咧好深刻。咁講開港交所咧，就要講到1992年有個 TVB 嘅電視劇係《大時代》，鄭少秋做。哇！咁裏邊咧好經典，70、80年代港交所同事着住紅衫，好忙咁嘅交易嘅情況。咁呢個喺我腦海咧係非常有深刻嘅印象。係。咁國泰咧就講到就係國泰經典嘅廣告啦。咁其中一個廣告嘅印象好深刻，就係1989年林子祥有一個廣告咧叫做《與國泰航空同飛》咁嗰首歌咧一路仲喺個腦度。你可以唱兩句嘅咩？OK 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印象啦，就係嗰個廣告俾到你一個好深刻嘅印象。當年咧，你提到國泰同埋交易所，你又會有咩印象啦？我講國泰啦，因為可能大家唔知，我其實咧細個咧就喺新蒲崗長大嘅。我屋企咧個客廳望出嚟咧見到機場。係。咁所以我真係機場係陪住我長大，我可以見到個停機坪。咁我好記得啦，我就93年開始做嘢嘅，咁所以咧就都有試過喺舊機場度出差。咁嗰陣時候咧，如果嗰次出差可以搭到國泰嘅航班咧，就好開心嘅，因為啲 service 好啲嘛。咁同埋咧，我都好記得咧，當年當機場搬嘅時候咧，咁我就特登嗰日就 book 咗一班機，就係最後一日喺啟德降落。跟住咧，第一日赤鱲角開咧，我又係 book 咗一班機喺赤鱲角出發。哇！咁嗰個經歷其實幾神奇㗎。咁因為特別係最後一日喺啟德降落嗰陣時候咧，夜晚黑到，咁咧就真係可以喺飛機上見到下低好多市民咧想影相留念，見到閃光燈嘅，一路喺度閃，即係當我哋降落嗰陣時候，咁嗰個係喺我腦海裏邊記得好清楚，一個印象咯。我諗一世都唔會唔記得。咁所以咁多年之後，即係對我嚟講，嗰啲都唔係叫童年回憶啦，就開始做緊嘢。咁但係即係我諗嗰個不解緣就真係因為我係望住個機場大。係OK。咁啊真係好有淵源喎！咁但係我知道咧 ，Ronald 咧，其實你喺畢業之後咧就入咗國泰做 management trainee 嘅咯，一路到而家咯。咁你睇到航空業界或者國泰有啲乜嘢轉變，但係同時有啲乜嘢核心價值一直冇變嘅？首先咧，我大學畢業之後咧，我就唔係最先入國泰。其實咧講開淵源咧，我大學畢業之後咧，其實係入咗投資銀行做嘢。咁嗰間投資銀行咧，就係坐落喺交易廣場。咁我頭2年咧，其實喺呢度返工。咁後尾先至入咗國泰。咁所以同港交所真係都好有淵源。咁講開國泰其實我都今年做咗30年啦。我入國泰嘅時候，國泰係50週年。咁今年我哋係80週年，亦都係喺國泰30週年。咁見證咗好多唔同嘅變遷啦，例如我哋嘅產品，以前我哋嘅商務客位咧係只可以斜咁樣去搞，可以完全平。咁而家係平躺啦，咁最近咧甚至加咗道門，就好似一個 suite 咁樣，好好咁可以瞓覺。咁呢個係好大嘅變遷。咁但係咧，我哋有好多嘢其實係不變。
我覺得最能夠代表國泰不變嘅精神咧，就係我哋香港 can do 嘅精神。咁係咁多年，其實國泰經歷咗好多起起跌跌，好多唔同嘅風暴。咁但係咧，藉住我哋團隊嘅 can do 嘅精神咧，我哋一都克服。呢個 can do 好好用啊！呢個嚇。OK，咁嗰年咧，你自己係法律界入咗嚟金融界之後咧，一路以嚟你見到金融市場嘅轉變，你有啲咩特別深嘅印象，或者你自己又有覺得乜嘢核心價值係冇變過咧？嗱，頭先我哋主席有提到啦，或者睇翻啲片段我哋見到啦，其實個變化好大嘅。由當年你哋而家坐喺度呢度，係我哋啲着紅背心嘅交易員喺度出市，到而家當然全部都係電子交易啦。咁每一個年代，我諗隨着個經濟嘅發展，我哋一定要與時並進嘅。咁所以電子化交易或者我哋而家由股票市場想更上一層樓去做多啲唔同嘅產品，令到我哋可以更好發揮我哋一個國際聯繫人嘅一個角色咧。咁我諗呢個係喺過去40年，我哋一直不變都係同一個宗旨。咁另外 Ronald 提到啦，其實呢40年唔係順風順水噶嘛，我哋咧當中都有經歷過好多高高低低啦，金融危機各種或者早幾年嘅疫情。咁但係我諗同國泰一樣嘅，我哋都係 can do spirit。咁多年喺咁多嘅風暴或者風波裏邊，我哋都繼續，我諗係保守住我哋嗰個使命感啦。咁令到我哋可以將我哋嘅韌性同埋真係要希望可以服務到我哋嘅社區，我哋呢個經濟呢一個初衷係永遠都唔變。嗱，今日我哋主題係聯繫啦，咁樣國泰就聯繫住全世界嘅人啦，以及文化啦。咁而港交所就聯繫全世界嘅投資者啦、資金啦、金融嘅人才啦。咁你覺得呢個角色喺未來可以點樣繼續發展，令到香港亦都成為一個更吸引嘅城市咧？我哋兩間公司咧都係代表香港嘅一個超級聯繫人。咁喺聯繫人嘅發展咧，我覺得有量同埋質兩方面。咁喺量方面啦，其實我哋都係兩家都係非常之能夠代表香港嘅國際品牌。咁喺港交所，以我所知就係港交所好多一路咧都係攞 IPO 個量最多嘅。咁係代表香港咧係攞到呢個殊榮。咁國泰咧，其實我哋客運同埋貨運嚟講咧，其實都係全球10大跨境航空嘅運力。咁雖然香港咁細嘅地方咧，其實我哋以我哋嘅國際或者跨境嘅運力嚟講咧，其實係全球10大。咁另外咧就係質素啦。咁我哋除咗講個量大細之外咧，我覺得作為超級聯繫人咧，個質量咧、質素都係非常之緊要。咁我睇到港交所近年咧，其實喺企業嘅質素啦、企業嘅管治啦、可持續發展方面啦，其實都係落咗好多功夫，都係世界領先嘅。咁而國泰咧，我哋喺我哋嘅產品啦、服務方面，我哋都作出咗好多努力。咁所以咧喺好多國際嘅航空業嘅排名榜咧，我哋都係一路節節上升。咁我哋希望咧，無論客運、貨運咧，我哋都可以達到全球最佳嘅航空公司。一定會。OK，Bonnie。同我哋分享一下。我覺得咧有一樣嘢咧就要向Ronald 表達嘅訴求，因為隨着香港嘅經濟發展啦，或者金融方面啦，咁我哋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聯繫好重要啊。Kevin 你頭先講，咁我就發覺咧，而家我出埠咧嗰啲目的地咧越嚟越新穎啦，即係以前傳統嘅歐美市場啦，咁跟住。過去幾年又去咗好多中東啊、東南亞啦，咁今個禮拜我又要去中亞喎。咁每一次咧，我有個新嘅目的地咧，我第一樣嘢就問我秘書有冇國泰嘅直航飛機？如果有，可唔可以訂？咁但係咧，阿 Ronald 可唔可以咧？我俾個 wish list 你，因為咧，我董事會就同我講，叫我繼續去打開多啲市場，做好呢個連接資本同埋機遇。
呢一個使命啊，呢個責任啊。咁但係如果有國泰配合下，即係每一個地方都有大 red 咁我嘅工作就可以事半功倍。好，Bonnie呢張單我收到啦。國泰集團咧，我哋網絡咧，其實已經超過咗全球100個地點㗎啦。咁其中有20幾個係連接香港同內地啦，另外有80幾個係香港連接外地。咁除咗一啲好傳統嘅航點啦，例如另外2大嘅金融中心，我哋每日咧係飛緊5班去倫敦，3班去紐約。咁我哋都賣下廣告啦。今年咧，我哋會喺紐約咧首次開我哋國泰嘅旗艦貴賓室。咁好多金融界嘅朋友咧，今年年底前咧都可以享用我哋新嘅貴賓室。但係咧，除咗發展一啲傳統嘅市場咧，我哋近年咧都好積極發展一啲新興嘅市場，尤其是一啲一帶一路嘅市場啦。咁目前嚟講咧，其實我哋一帶一路嘅航點咧，我哋已經覆蓋咗超過30個國家嘅。咁呢幾年咧，我哋都不斷加。咁嚟緊個 Bonnie 我都知道你去邊，咁我希望咧可以帶到啲好消息。哇！多謝晒兩位啊！咁作為咧2個機構嘅掌舵人咧，我好期待咧。2個機構可以繼續為香港咧去聯繫世界各地更多嘅城市、更多嘅機遇。今日多謝晒兩位，我哋可唔可以嚟一張合照啊？剛才同